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羅正談。我哋今日準備嚟破解一個世紀謎團啊！咁到底美國登月呢件事係真嘅定係假嘅呢？喺網路上好多人都話，佢張相嘅裏邊國旗自己會飄嘅，喺太空裏邊一啲星星都影唔到，好多嘅疑問，好多嘅陰謀論。咁到底事實係點呢？我哋今日一齊嚟破解所有嘅答案。人類上飛嘅夢想嘅話咧，其實從古代咧就已經發生㗎啦。咁咧火箭嘅雛形咧，亦都係嚟自我哋中國古代先賢嘅一個文明嚟㗎。咁隨住科技不停咁嘅進步啦，咁所以嘅火箭就變得越嚟越犀利啦。後嚟啊，美國啊同蘇聯啊展開咗太空競賽啊，大家都想快一步登上呢個月球。終於喺1969年，美國嘅阿波羅11號成功登陸月球，而當時嘅太空人 Armstrong， 佢成為咗人類第一個踩喺月球表面上嘅人。佢講咗一句超經典嘅說話：我嘅一小步係人類嘅一大步。呢個工程喺全球裏邊約莫係超過40萬人共同參與啊，成果十分之來得不易啊！好啦，而家我哋嚟破解佢哋三大謎團啦。第一個，即係國旗點解喺冇空氣冇風嘅流動底下會飄嘅呢？其實答案亦都相當簡單，喺國旗嘅裏邊其實係裝咗一支橫向嘅鋁棍，撐起支旗，睇起上嚟就好似打開咗嘅樣子啦。咁當太空人插旗嘅時候呢，亦都會產生啲震動喎。喺月球真空嘅環境嘅裏邊，嗰支旗係會短暫嘅擺動，之後就會靜止唔喐噶啦。佢嘅喐並唔係被風吹起嘅。咁第二個啦，就係成日都會問噶啦，咦？太空周圍好多星星噶，但點解我哋影翻嚟嘅相裏邊一啲啲嘅星光都見唔到呢？係喺月球嘅白天係好光噶。咁所以嘅原理同我哋影相一樣噶，相機咧必須用啲好細嘅光圈、好高速嘅快門，先可以好清楚咁去拍攝到太空人同登月艙嘅。咁所以啦，星星咁微弱嘅光線咧，其實根本係拍唔到噶，就好似我哋地球裏邊嘅白天一樣，我哋係見唔到天上面嘅星星，原理係一模一樣噶。第三個就有人話啦，哇，嗰啲嘅影相嘅位置，好多地方陰影都好光噶喎，冇理由嘅。嗰啲陰影嘅地方咁光，而且燈光嘅來源又唔一樣。太陽得一個㗎咋，嗰啲位置影嘅相全部都係假嘅，因為係人造光影嘅。咁到底又係唔係呢？第一個原因係月球嘅表面咧係凹凹凸凸㗎，再加上咧當時嘅相機係一種廣角嘅鏡頭，所以啦個畫面睇起上嚟就好似扭曲咗咁樣啦，影子就好似方向唔一樣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月球嘅土壤本身係會反射陽光嘅，將一啲暗嘅地方就會照亮，所以啊嗰啲唔係燈光啊，係大自然嘅反光效果。咁當然啦，解釋咗3個大家常見嘅問題之餘嘅話，我哋亦都帶嚟咗4個有關呢個美國太空登月嘅一啲嘅鐵證。咁我都係睇下到底有啲乜嘢係喺過程裏邊俾人哋知道佢係真實㗎啦。第一個，月球嘅隕石係一個鐵證嚟㗎。太空人咧從月球裏邊帶咗328公斤嘅月球石頭翻嚟地球，經過全球嘅科學家去驗證嘅話咧，確定呢啲並唔係地球嘅岩石。而第二個就係一個鐳射嘅反射鏡。當年太空人咧喺月球裏邊放咗個專用嘅鏡，直到今日科學家仲能夠咧喺地球裏邊發射呢個鐳射，精準咁樣去計算到月球同地球之間嘅距離。第三個就係對手嘅認可。當年蘇聯一直緊咁監視美國，全程追蹤，但係從來冇講過美國喺呢次過程裏邊係造假嘅。而最後成個計劃裏邊個規模實在太大啦，前後有40萬人參與，咁多人根本係冇辦法一齊去講大話噶。好啦，最後啦，咁其實我哋今日啦用咗啦科學啦、思考啦、邏輯啦去判斷咗一件事情啦，咁到底係真定係假？咁而美國登月呢件事咧的而且確係一個千真萬確嘅事實嚟嘅，佢都係人類太空工程裏邊一個重要嘅一步嚟嘅。咁所以其實我哋平時聽咗好多似是而非嘅陰謀論啦。咁如果下次你再聽嘅時候，歡迎啦，用翻相同嘅態度，一齊咧去諗到底呢啲事係真定係假嘅。咁唔好淨係睇見嘅疑點，亦都可以自己嘗試主動去揾個答案。相信你係會越嚟越聰明嘅。好，假如你有啲乜嘢更加想知道嘅又或者有趣嘅題目，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啦。咁我得閒如果有時間嘅話，都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噶。咁呢個影片到呢度啦，下次見。